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Gary 啊。今期我哋嚟到中山嘅板庫嘅中心睇一個新樓盤啊，叫做山水印象。咁呢個樓盤呢，而家單價6000零蚊就可以買到江景房啊，200平方一個江景房，一個大平層，140萬你就可以攞低啦。咁可以見到我哋成個小區整得非常之靚仔。咁睇翻我身後嘅話，早期買嘅業主已經係入去住緊啦。所以見到我哋呢個小區嘅話，人氣都係非常之旺嘅，生活配套非常之方便啊！我哋樓盤過去港珠澳大橋都係40零分鐘一個車程，非常之方便嘅。可以見到我哋樓盤過嚟呢個商場嘅話，都係非常之方便嘅，1公里唔到啊，步行幾分鐘就可以嚟到呢個商場啊，同埋一個街市。咁呢度匯集咗我哋嘅銀行啦、酒店同埋一個食飯、唱 K、電影院都係齊全晒嘅，所以我哋呢個樓盤嘅話，生活配套真係非常之方便啊！好啦，跟住我嘅鏡頭一齊上去樣板間睇樓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上到嚟10棟30樓一個示範單位，大家可以見到我哋而家係有2個門嘅，咁係2套單位啊，2套100平方打通嘅單位，打包嚟賣啊！到時呢度你可以改為一個子母門。非常之大氣一個門，呢個客廳非常之誇張啊，8米闊一個客廳，你話舒唔舒服呢？最緊要係咩呢？最緊要我哋陽台睇出去就係無敵嘅江景啊！呢一個江景係永久性嘅，冇遮擋啊！樓下就係我哋嘅兒童樂園同埋一個公園啦。呢個陽台都有8米闊啊，8米長一個陽台，喺呢度跑步都冇問題啊！再睇翻我哋休息區先，咁呢度係有6間房嘅。正常情況下，你如果屋企多人嘅話，你可以改造6間房。但係呢，佢而家係開發商整咗兩邊一個飛機戶型2間房嘅，2間主人房啊。嗱，呢度你睇下，主人房可以見到江景，無敵嘅江景。跟住呢度擺一張1.8米嘅大床。咁呢個陽光房嘅話，可以設計一個衣帽間，非常之闊落。嗰邊都係同樣一個位置，即係6間房有4個衛生間，你話正唔正呢？嗱，同樣呢邊嘅話，如果你話屋企人都唔係好誇張好多嘅話，你可以嗰邊設計一個主人房，呢邊嘅話整翻3個房間都冇問題嘅，因為呢度都係3間房都係可以見到我哋嘅江景啊，非常之舒服嘅。咁呢個單位嘅話，最緊要係咩呢？140萬你就可以入手啦，總價140萬啊，唔係話首期啊，單價6000零蚊、7000蚊你就可以買到啦。如果感興趣呢套單位嘅朋友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3個6。